反蘋果侵權，台灣 HTC 要求禁 iPhone 入口。台灣手機製造商吳萬達電子推出嘅低能手機，同大陸嘅山寨機 iPhone 一樣，都係可以打出打入。早前山寨機控告 HTC 違反佢哋打出打入嘅專利。但係 HTC 作出反擊，唔好打我塊面啊！哎呀，仆街！包括手機嘅鬧鐘模式、SMS 技術、電話簿功能同埋靜音模式，都係違反咗國際貿易委員會嘅專利。同時都要求行貨山寨機禁止喺先達發售。喺高登討論區嘅網民就表示：屌冇山寨機用，so sad。有分析員認為，一旦 HTC 同 Apple 開戰， Google 將會進口大量花生，而 HTC 採用由 Nokia 開發嘅貪食蛇系統，將會對 iPhone 嘅威脅越嚟越大。蘋果動有新聞。